定嘅就係固定住之後咧就向前穩定支撐慢慢上落嚟。咁你其實除咗腳腕之後咧，其他關節就其實你固定住你兩個。咁但係咧做嘅過程咧要感覺到係個腳腕咧係支撐慢慢收翻嚟嘅。腳即係你講係啊。呢度啊？腳腕係呢個位置啦。哦，成個。基本上呢個位置周邊嘅啲肌肉都要係用嘅。係啦。咁或者咧佢有啲動作咧係除咗係向前之後咧，因為腳腕係左右都會有噶嘛。腳腕係左右都會有喐動噶嘛。咁所以咧你可以咁樣踩住嘅情況下咧，就做一個左右喐動。嗯。係。咁通常咧，我哋腳腕咧最弱嘅位置就係向外。係啊係啊。因為通常你拗柴都係向外咁樣拗噶嘛。咁所以咧，你支撐你想鍛鍊翻嗰個力量之後咧，就可以咁樣一路支撐住呢個力。係啊。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咯。咁但係當然其實仲有好多方法，你都唔需要用盡一大量特都扶住啦。你兩隻腳嘅盤骨咁闊，跟住咧做個腳腕。哦，呢啲。係啦，做個小腿。呢啲都可以 train 個 ankle resistance 㗎。嗯。哦。因為你 ankle 附近嘅肌肉主要係包括小腿同埋腳腕附近嘅小關小肌肉啊嘛。咁但係當然，如果你好啲嘅情況下，你就可以踩住一個台階，咁等佢個幅度再大啲。